我是乐乐，做伙来佚佗。情绪剧场，乐乐抽到啥物？耶诞节特别到啊，每一个囡仔拢足期待。乐乐甲好朋友约好，要伫耶诞节迄天来交换礼物。伊真早就甲要送互别人的礼物传好啊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铃声真响亮。我就想要赶紧甲心心、康康、琪琪交换礼物，希望迄天我会当顺利抽到想要伫的礼物。乐乐甲希望收到的礼物拢画伫纸顶，伊想要得到变形机器人、电动，或者是有骹球明星签名的骹球。伊逐工拢咧倒搭日子，等要迎接耶诞节来到。总算是到耶诞节迄天，大家载礼物去到乐乐因兜集合。大家乐痛佮紧张，开始要抽礼物。我甲每一个礼物的号码拢编好啊！今麦咱一人抽一张号码牌。耶！我要1号，我选3号，我想要4号。安尼我就是2号咯。咱算甲3，做伙甲号码牌掀开，看数字对着的礼物是倒一个。1、2、3。结果，心心抽到琪琪的礼物，琪琪抽到康康的礼物，康康抽到乐乐的礼物，乐乐抽到心心的礼物。大家拆包装的时阵，心脏拢跳甲足紧，唔知影会摕到什么礼物呢？哇！这音乐曲啊，足有力的，音乐嘛真好听，我足喜耶。这是阿公教我做的音乐曲啊！我抽到乐乐送的红仔车呢！康康，我甲你讲哦，饲牛甲饲了，这车阁会发光，足歹的吼。小弟小妹一定会足欣赏我有这台足酷的红仔车。我抽到的是马卡龙，是康康因兜的胖店上有代表性的猪料，嘛是我食过的上好食的马卡龙。加在琪琪甲伊这礼物。心心、康康甲琪琪拢真介意摕到的礼物，敢若乐乐出现失望的表情。啊，我抽到的这是。乐乐抽到一块无啥显目的手工纱纹，这甲伊期待礼物差伤济啊，所以有淡薄郁卒。过无几天，乐乐伫外口佚佗了，返来到厝的时，阿母爱伊紧去洗身躯，甲规身躯洗好清气。阿母，我返来啊！今仔日天气足冷的，你紧去浴巾啊洗身躯，莫寒着哦。好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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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乐乐发现今仔日用的纱纹有留啊香味，洗了皮肤嘛特别舒适。阿母，这块纱纹用来洗身躯足舒适的，我明仔嘛要用这块纱纹来洗。乐乐，这块纱纹就是你伫耶诞节抽到的礼物啦。伫冷叽叽的寒天，身躯洗了，乐乐感觉规身躯轻茫茫、烧烘烘，变甲有够舒适。乐乐变甲逐工拢足期待洗身躯。有一天，乐乐发现手工纱纹变甲足细地，伊足唔甘甲用了。想到家己收到礼物的时阵，也无介欢喜，即马煞真介意、真欢喜，伊感觉足歹势。这块纱纹特要用了啊，要安怎？啊，对啊！乐乐走去找心心，
想要知影迄块手工纱纹是咧倒位买？心心，我就介意你进前送的手工纱纹，因为要用了啊，我想要请阿母搁甲我买一块。哦，迄是我甲阿母做伙做的手工纱纹，外口买无？哦，原来是恁家己做的，有够厉害！恁敢会当教我安怎做？无问题，我去甲阮母阿讲。看到乐乐遮介意手工纱纹，大心的心心请阿母斗相共，做伙教乐乐做手工纱纹，搁互伊早一下转去厝。做手工纱纹并无轻松，即马乐乐搁较会晓珍惜别人用心传礼物的心意啊！